大家好，我係大自在。咁上一次講到就係紅色嘅光越強，白色嘅修行光就會越弱。咁而呢種紅色嘅光，其實佢係一種法則嘅呈現，佢代表住一個人佢係咪混亂不堪嘅一個狀態。佢唔係一種修行光。呢種混亂咧，其實係一種有違天道平和嘅一個混亂值，其實就係一種失衡嘅狀態。呢個概念咧，其實有陣時候都唔係咁好理解。即係比如話一個人佢亂去折騰，或者係可能佢做一啲事情，佢自己係唔知道自己做錯咗嘅。又比如一個人佢好過分咁去做一件事，呢個時候咧，紅色嘅光都會比較旺盛嘅。例如就係一個人佢好拼命去求財，過分咁去做健身，酒吧不停咁飲酒，正式場所入邊去縱慾，又或者好急功近利咁做生意，一味去算計去轉型等等。咁其實呢啲所有嘅一切都係代表住有違天道平和嘅混亂值。咁喺呢件事上邊咧，其實有一啲方面，有啲時候表面上去睇，確實的而且確會俾到我哋一種感覺，就係呢個人好拼命、好努力。而其實喺呢個世界上亦都好多人係咁樣做緊嘅。咁但係問題係呢件事未必係正確嘅一件事。呢一點咧就有啲似《心經》入邊所講嘅顛倒夢想啦。而顛倒夢想係我哋每一個修行人，或者係我哋每一個人都需要去遠離一件事，因為顛倒夢想真係唔係每一個人都能夠意識到。喺好多嘅時候，我哋嘅行為導致到我哋一啲嘅短期效益係的而且確幾明顯嘅。咁但係最終嘅結果其實未必係好嘅，亦都未必係我哋能夠承受得了。其實當我哋一個人能夠越去平和自然咁正向發展嘅話，咁呢種紅色嘅光就自然會越弱。同時間一個人白色嘅光越強，其實呢個人咧喺以後係越唔會容易出問題嘅，因為佢所做嘅每一樣嘢都係符合天道嘅要求，都係符合呢個天地法則嘅運行。而如果用天道呢一套做嘢嘅話咧，其實亦都唔代表咗係我哋所做嘅嘢唔能夠發展起嚟，因為呢個同躺平真係唔係同一個概念。呢種係一種無為而無不為嘅一種行為，係需要我哋能夠去連接萬物，用一種平和平衡嘅心態，用一種柔和自然嘅方式進行發展。咁其實真係同大自然係一樣嘅，一切都按照住自然嘅規律去發展，用自然嘅規律去做事。咁所以咧，所有嘅事情都係平衡嘅。咁反正咁樣去做咧，唔代表體量唔會做大。而至於紅光強嘅人咧，就代表住佢會通過不擇手段，通過不停去追求效益，通過壓榨等等嘅方式去做事情。咁有可能啦。咁反正喺人道上邊去睇呢件事，的而且確好似好成功，亦都好正確。咁但係最終係會付出代價，就好似人類嘅社會一樣。如果我哋過分去發展一啲嘢，咁結果其實我哋只會自食其果。例如係霧霾啦、添加劑啊、環境污染、生態破壞、物種唔平衡、天氣危機等等。咁所以其實有陣時候，如果你過分去追求一啲經濟效益，或者係不停去進行啲金融化、不停去槓桿嘅話，咁其實最終嘅結果都係導致到我哋所有人都要面對